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葉師傅詠春呢個節目。今集會同大家講做運動真係要開一集嚟講。原因就係如果投資喺自己健康身上咧，你嘅回報係最大嘅，你比所有嘅投資嘅回報都更加大。一講起做運動，大家會諗起嘅應該係每日1萬步，每日行7000步以上咧，已經達至到嗰個功能㗎啦。當然啦，每日7000步嘅好處就係可以靈活你嘅關節啦。我鼻敏感係真係冇咁犀利嘅，我睇醫生嘅時間或者睇醫生嘅次數啦，亦都會越嚟越少。咁即係代表咗大家喺醫療方面嘅支出應該係會越嚟越少嘅。你試諗下，你自己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錢，會唔會捨得俾咗醫生？定係自己代代平安儲起佢，買自己想買嘅嘢，去自己喜歡去嘅地方，去自己喜歡嘅旅行呢？咁所以我點解要開一集去講翻跑步或者做運動嘅原因啦？咁仲記得啦，我喺2021年嘅時候先至開始正式跑步嘅，嗰陣時仲係年頭啦。咁計到而家都係大概跑咗5年左右。當其時我其實跑一圈已經冇乜氣力㗎啦。咁但係發現我身邊所有嘅跑友啦，其實佢跑得好慢，但係佢 keep 住跑咧，佢跑到好多個圈，而我就真係冇晒氣啦。久而久之啦，我都好持之以恆嘅，我成日都好強調持之以恆。因為嗰陣時跑一個圈啊，咁其實日日落街跑都可以啦，係咪？同埋跑步就最簡單啦，你着對鞋入支水，咁你落街就已經可以啦。如果大家咧喺屋企附近有球場嘅話，就更加好，因為球場嘅跑道比較腍身，同街跑嘅地硬身咧係有啲唔同。睇電視嘅時間，或者有時喺寫字樓嘅時間，我都會做一啲伸展嘅動作，令到自己嘅筋骨可以舒展一下。咁每個星期跑2次啦，長短視乎自己能力而定嘅。咁你問我7000步大概有幾多呢？如果以我跑步嚟計，7000步大概係7公里左右嘅路程。我哋可以搭車翻屋企嘅時候，真係做一個站落車，然之後行翻屋企。有時特登行遠啲去超市度買嘢都可以嘅。咁點解我會話做運動係最好嘅投資，亦都係最大回報呢？如果我越少病痛，咁即係我睇醫生嘅錢就會越用得少啦，係咪？咁你諗下，由以往我都好常病嘅，咁到今時今日，可能我1年先至病一次，甚至乎2年先至病一次嘅話，我淨係睇醫生條數都慳唔少㗎。咁喺做運動方面，相信大家都清楚，我都唔氹氣多講啦。其實跑步悶嘅話，可以裝唔同嘅 app 啦。我自己當然都會有裝唔同嘅 app，佢入邊有唔同嘅功能。如果我想嗰日跑得快啲，我可以個 Apps 揀翻我今日要跑快啲嘅，佢俾你嘅音樂都會強勁啲，節奏感亦都會多啲。我今日想舒服啲，做下伸展運動咧，佢嘅音樂又會偏向慢，我自己又會覺得舒服舒適啲嘅。你哋都可以試下去 download 啲 Apps 嚟用。我相信我嚟緊嘅小分享，所有網址都冇講嘅，甚至乎你點揾都好啦，應該要揾個真人現身説法，會較為好一啲。咁好開心啦，有個小分享俾大家啦。我喺月頭嘅時候就喺鳳凰山嗰度跑咗一個18K 嘅越野跑，咁我今年就終於都4個鐘頭內完成啦。最快嘅朋友仔當然係快我1倍時間，咁但係我俾自己嘅都開心啦，因為我由第一次5個半鐘，第二次4個鐘頭40分鐘，到我今次4個鐘頭內完成。咁我除咗自己有下苦功之外呢，咁最開心嘅就係可以有好多身邊嘅人，唔同唔識嘅人一齊打招呼，一齊鼓勵去跑。我呢個小分享呢，係記唔記得頭先話每日行7000步已經有佢嘅功能，行1萬步就更加好。咁7000步係大約幾長嘅距離呢？係7K 嘅距離嚟嘅。咁如果有7K 嘅距離，你自己跑到幾多時間，你自己睇得到啊。其實如果1個鐘跑到7K 已經好勁啦，我覺得。咁咧喺秋天、冬天唔同嘅時間呢，有好多唔同馬拉松嘅 event 嘅，你哋都可以照報嚟試下。咁我自己都係啦，由21年一個5K 嘅賽事跑到今時今日半馬賽事啦。今日開始去行，明年你已經起碼可以報一個5K 或者10K 嘅賽事，去俾自己一個滿足感同俾自己一個試煉。久而久之，我喺唔同嘅運動場上面都可以希望見到大家。咁多謝各位，咁希望大家啦喺唔同嘅賽事裏面見到我都可以同我打招呼啦。咁我見到大家都會同大家打招呼嘅。